一年一度的悉尼15的青苹果节现在开幕了。虽说澳洲地大人少，可是每逢过节，就像国内一样，每个家庭齐出动，这就是澳洲人过节的氛围。悉尼15的苹果节已经传承了39年，今年格外引人注目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吸引了超8万名群众积极参加。